為咗令我嘅減碳藍圖更加宏偉，我需要更多靈感啊！Hello Brian。Hello Rachel， 你仲想學埋點樣將減碳科技融入日常社區啊嘛？一樣幫你 plan 好咗啦。好啊 ，Let's go。我係減碳先鋒。邊個知啊？你哋識得嚟呢度揾減碳秘密，果然係高手。跟落嚟啊！呢度係香港房屋委員會轄下位於屯門嘅顯發邨，而你哋身後邊呢啲並唔係普通嘅太陽能板，係雙面太陽能板嚟㗎。顯發邨天台擺放咗正面同埋背面都可以同時受光發電嘅太陽能板，再加埋地面由咗被動式輻射製冷塗層，反射太陽能光，底面都可以吸收到能量，咁就可以物盡其用，增加發電量啦。除咗呢度，我知道房委會仲已經為超過160棟新起嘅住宅大樓安裝太陽能光伏系統，總發電量係超過1400千瓦。我哋仲參加咗中電嘅可再生能源上網電價計劃，全力支持本地嘅可再生能源發展。哇！由天台落到嚟地面，呢度有咁多傳統嘅陶瓷，好特別啊！係啊，呢度附近係3級歷史建築青山龍窯。為咗推廣保育，我哋決定將陶瓷嘅元素融入呢個建築入邊。其實房委會嘅環保理念由建築階段已經開始，佢哋採用咗 BESS 電池儲能系統去取代傳統嘅柴油發電機。咁樣做唔單止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同埋噪音污染，亦都有效咁樣減低到對傳統燃料嘅依賴，降低到碳足跡。我知道部分更加係由 CLPE 提供添啊！咁如果入咗火，又有啲乜嘢智能法寶呢？咁就關係到我哋屋苑嘅大腦同埋心臟啦。大腦係指我哋嘅物聯網 IoT 系統，我哋喺屋苑重要嘅機電設施，好似電力系統、消防水泵系統等等，都裝咗智能感應器，將實時數據傳送到中央平台監察同埋分析。而心臟就係指我哋屋邨嘅總電制房，我哋嘅工程團隊會密切監測住呢度嘅情況，盡量減少潛在意外同埋不必要嘅能源消耗。哇！咁重要嘅地方 ，IoT 系統可以點樣幫手守護呢一個心臟呢？呢一部分我就交俾我嘅拍檔話你哋知啦。Hello， 咁多位，我哋嘅感應器會24小時監測住設施嘅用電情況，數據一旦發生異常，就好似某個電箱嘅用電量突然間飆升，我哋嘅系統會即刻發出警報，仲有短信嘅通知，咁我哋就可以盡快派員檢查維修，以防止浪費能源，以及確保我哋設施嘅安全。呢個熒幕可以睇到晒大廈公用設施嘅用電量同埋用水量，資訊好透明喎。呢個係智能計量儀監測系統。我哋除咗監察唔同能源消耗嘅數據之外，仲會將呢啲資訊公開俾大家，提高住戶嘅環保意識。而顯發樓全部嘅住戶都已經安裝咗中電智能電錶。係啊，每家每戶都可以隨時喺中電 App 入邊睇到自己每日同埋每小時嘅用電量，調節翻日常嘅用電習慣。咁就可以輕鬆慳電減碳啦。根據我減碳先鋒嘅觀察，顯發邨停車場所有車位都提供咗電動車充電器，覆蓋率100%。冇錯啊！截至今年6月底，房委會現時已經喺大約150個停車場提供咗約4200個電動車充電器，全力支持綠色出行。除咗高科技，呢度嘅綠化都做得好足喎，環境超舒服啊！園林綠化係我哋實踐可持續發展嘅重要一環，例如喺鴻福邨，綠化面積超過30%，有效咁提升我哋社區嘅生態價值。房委會近年不斷推動智能低碳社區，對香港嘅低碳環境作出咗好大嘅貢獻。哇！今次真係大開眼界，香港房屋委員會作為可持續碳中和卓越大獎公用事業界別嘅得主，絕對係實至名歸。透過創新嘅能源管理科技，加上政府、企業同埋大家上下一心嘅行動力，我哋絕對可以 Go Green 2050。